农历正月初六是清水祖师的圣诞。南区市军省龙山寺每年农历春节期间，拢会举办一连串的活动，对二九暝开庙门发红包，还有过年期间的过7星平安桥顶。其中重头戏就是转运金的博杯比赛，总奖金50万，去年就吸引8、9千人来参赛。市军省龙山寺吼，每当即马拢有咧博杯吼，博即个50万诶发财金。那么这是无形的吼，就是讲祖师公要赐予因的吼，也有福食得。所以第一名30万吼，你像去年吼，就一个1岁外囡仔去博着，真正吼作为了福运。那么去年有差不多8、9千个来参加，伫初六，为初六开始就决赛。博杯比赛对29暝暗时开始到正月初六。民众只要听100块的邮箱，就有1届比赛机会。连续3个圣杯就用进入决赛。活动还未开始，就吸引不少的信众到场，想要来试手气。因为这个钱不用还，重点，对，钱不用还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然后都可以做很多的运用，比方说出国玩啊，或是 shopping 买东西啊，都非常非常的好运用，因为是多出来的钱，对。所以会有觉得今天自己的运气还不错，应该可以。对，每一年我都会想尝试。现场一名吴先生，因为去年伫结婚前参加比赛有进入决赛，不过后来因为干杯 PK 却输了一名1岁外的小朋友。娶老婆之前来试试看，然后顺便看有没有神明保佑，这样就真的有，感觉有差这样。所以你那个去年在职的时候，是一开始要进入决赛是值了几杯啊？后来3个人在几个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值了入决赛前嘛，在值了大概5杯有，5杯，对，然后就进决赛了。对。到最后面这样慢慢一直值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的紧张？有，那个直到第3杯的时候开始有点全身发抖，然后第4杯的时候已经感觉自己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第5杯就已经怀疑人生了，这样。对。那时候不是会觉得说好像是我的那种感觉？也没有，就是全身麻掉，完全已经脑袋一片空白，说怎么自己可以值那么高这样？去年有3个拢掉9杯，3个都 PK， 结果迄个1岁外迄个小朋友吼，伊来就用到上悬的30万。市军省龙山寺过年期间，除了博杯的比赛。还有29暝开庙门发红包，以及农历年期间过7星平安桥等活动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。农历春节期间，拢会用到市军省龙山寺来行春、试手气来博转运金。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。